枪力嘅使用、严条嘅法治、发达嘅经济，系大部分嘅人对新加坡嘅印象。一只装备台北市台2.5倍嘅小国家，也50年来，在强人总理李光耀嘅带领下，把新加坡变做了东南亚大第一、全球东3批嘅金融中心。全世界嘅人才，行开上菜都要来请出路。新加坡到底有乜嘅魅力呢？要不然就天天来牵下来去拜访，加到新加坡嘅乡亲咪啊！米娅，我真的来到新加坡嘞！你知道小时候其实我们对新加坡的印象，像我个人啊，好像每个人就是过来一定要跟这个有名的狮子来喝口水。对啊，是这样的，因为这是他们的 logo。对他们用这个鱼尾狮做他们国家 logo 30年了，这个国家建国50年。所以是颁布了法令以后，他才开始就有一条法令，就是不可以用国旗做标志，以后才开始用鱼尾狮。可是这是什么样的生物？怎么会是狮子跟鱼把它结合在一起啊？因为新加坡其实叫 Singapura， 在梵文里面叫狮城，就是当初为了要做一个就是属于比较吉利的一个标志的时候，他们觉得白色狮子很吉祥，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海港，他也觉得鱼是一个很吉祥的象征，所以就有一个水族馆的馆长，他把鱼跟狮子做一个结合。你水是一个聚财的一个概念，所以你如果有活动的水，代表钱是一直滚的嘛。哦，懂我意思吗？对，所以这是一样的。因为其实早期就是你也知道，新加坡的建国跟我们不太一样，他们是没有流血冲突的，因为他们是被马来西亚遗弃，所以他们自己独立。独立了以后，你也知道，建国新加坡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没有任何的产业，没有农业，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你一定会想说如何让自己站起来。所以就会使用各种方法，其中一个就是风水，他们相信风水，所以在新加坡有非常多风水的东西。举个例子，你从天空往下看，新加坡像一个螃蟹，所以当初李光耀他飞到香港去做一个参考，就发现香港虽然是一个很棒的金融中心，可是了无生气，所以他就下定决心，他的城市里一定要有树。要很多的树，然后新加坡本身像螃蟹，对吗？如果螃蟹是红的，就已经死了。哦，对哎，他要它绿绿的，所以就很有生气，所以他们就新加坡人很爱说，我们就是螃蟹，然后这样夹住马来西亚。哦，按我养哦，这么想要赢就对了。对，然后新加坡人就是当初建国的时候，风水师就说，如果要富国民强，你一定要每个人身上带一个八卦。每个人身上带八卦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怎么可能谁出门随身带八卦？所以他们就把八卦做在1块钱上面。真的呢！不管是新还是旧，我也没有看到很远的，可是里面其实是个八卦的形状。不管新的或旧的都是这样。虽然前总理李光耀是50年安尼嘅民间传说，不东道像安尼嘅建国小故事，电动要为新加坡加添的含加到人性化嘅色彩。当天人从跳讲，香港无李光耀，就无一下嘅新加坡。就算对一个强人合法嘅批评都无强用，行嘅都得看得出人民对佢嘅尊敬还有情感。2015年，佢条模特嘅一间自营奉养嘅大家中，虽然感到不安老小力，不过未期待点新嘅时代。那你来到新加坡，现在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我对新加坡也是小有了解。已经。你看啊，新加坡那片西归这栋年，总统的陈启宏总理迄立宪有，也比全国面积有716.1平方公里，迄个新北市3股1股天梯，门口咧有500人班，台北市1.8倍。你的总统有乜个？有法丘、印度丘、马累丘，各种高有佛高、土高、基督信高、天主高、伊斯兰高、伊克高，还有犹太高、印度高。你对阿比听说什么个？听说是炒板条、惠南给班，还有批通一比五嘎比。那你吃到了吗？我张多还没吃到。你亚汉都了解鱼尾狮的故事啊，就会带去牢牢的拍个照，当个观光客嘛。可以，来 ，Let's go。好哦。这样绕一圈其实是1个小时。一样係對桃園青態嘅客家夾出來嘅。雖然客家話每頭無乜嘅會講，不過談到強嘅客家人嘅人，我來拜訪佢，明啊無天意啟發，全心支持。按你嘅熱心，咪係記錄新加坡嘅人嘅原因。5年來，新加坡行跳跳，係了解新加坡青好嘅人先。米婭，
你真的懂某意思哎。那看到书面档就有下，讲新加坡你那边哦，出门都是坐 BMW 哎，那你又会单有坐 T10哦？因为 B&W 是拆开的，那 B 就是巴士，M 就是 MRT。W 就是你的脚 walk， 所以 B&W 的概念就是这样。因为新加坡交通太误会了哦，对，你要知道新加坡物价很高，车子很贵。新加坡的车价是全世界最高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个东西很特别，叫拥车证，全世界只有新加坡有。就行照的意思吗？不是，是另外的一个准证。新加坡的生活概念是什么东西都要经过政府的批核，所以你没有被允许的状况下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在台湾呢，是政府没有说不可以就是可以。然后在新加坡是政府没有说可以就是不可以。所以你要买车子之前，你要先问过政府说啊，我可以买车吗？他就会发你一张准证，这张准证是要钱的，价钱是浮动的，最高的价钱一张用车证，在我的经验这几年的经验里面，一张是9万块新币。9万块是多少台币？大概200万。啊？还没有买车，你要先付200万。政府允许我开车，我就要先付200万台币。是。跟车子会贵吗？贵，因为所有东西进口就有关税。哇，那假使讲来买一台茶有100万退票，那我加车证600万，一台茶就会300万哦。是因为新加坡太小了，你如果没有控管它的数量的话，所有车都塞在路上。新加坡很多东西都用准证的方式去控管，包含你连养狗都要有准证。怎么可能？其实它的概念是好的，是想说，比如说你的房子不够大，你养一只很大狗，你在虐待人家，所以它是按照你的房子的大小决定你可以养的狗的 size。给狗的准证没有钱哦？当然也要钱，这样子做那个准证的事情好像还蛮有用的。因为我在路上好像真的没有看到什么流浪狗。对，因为就是市区就是这样，它就是要市容嘛，它希望好看。可是，在郊区其实还是会看得到，对，还是会有少数的，但不是这么多。那差异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法治的国家，台湾就是这样嘛，情理法，这边是法理情，是反过来的。举个例子，像在新加坡自杀是犯法的，自杀犯法？对，所以你要的话，你就要真的就走了，不然的话是要抓去关的。他们法律规定的这么很细致，然后像在这里，你如果任何的违法行为，例如说乱丢烟蒂啦，你只要被抓到有那个 action， 就已经是被判定犯法了，哇，没有的转圜的。用较挑白英国殖民时期的法治传统，让日本江良时期的娘条处理，用人性本恶做出发点。抽出了新加坡政府从加东10年用的动刀禁令，沉入到国民的生活之中。慢慢的就係，其中有双管一环的 Five City， 也同時應用發展落好上世界一隻詞，行下變做當地人小拿自家的創意落上機。那刚刚唐你讲啊，就是他们规范这么多，又万岁，可是感觉生活上秩序会好像还不错。可是相对来讲，你英国的动态哦，你张罗的时间用的是音要丢了。就一开始根本不能适应。对，真的可以想象，不可以适应。然后就经过很多的磨合，我才慢慢抓到怎么去找那个缝隙去生活，就是找到自己的步调去配合这边，因为你不可能让政府配合你，那你就要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。最主要是你也知道，我一开始就是外籍新娘，一个朋友都没有，然后你没有朋友，你的生活就只有家里，然后就会觉得很孤单，所以在一开始的第1年，我非常想回台湾。你说你加本新加坡人啊，你老公没让你分数，没有帮助你适应这个环境吗？对，可是你知道，要认识他的朋友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经营的，而且就是因为我又是外国人，所以他在我们的生活的差异上很大。我一开始我不吃辣，这边东西超级辣，然后我来这边就是才开始训练。像这边搭巴士，台湾都会，比如说善导市站，然后什么国小站，然后你都知道哪里下车。这里全部是显示数字，你要自己知道你要下的站是，比如说 BW2， 你怎么知道 ？BW2 有代号哎。对，都是代号。给公司你有希望会加勾人哦，留在台湾这么好的地方不就好了？缘分呐，
见面第一次的时候，我带他去玩台中，他请我带他到处走走，就这样。然后他第二次来台湾，就直接去我家求婚，就是跟我妈提亲了。那我扣年哦，你们认识多久而已啊？4天，我们从10月开始联络到12月，他就直接来我家提亲。我用上捏听听。所以我就是觉得我很勇敢。哎呦，新加坡人这么热情，就是我赶快没有。你看你露光啊！我就是这样子被他骗来的，因为他就在那里传简讯给我说 ，Hello Sunshine, what's your schedule today？ 我以为这边的人都是这么热情的，然后结果来到这边后才知道，天啊，新加坡人是比较冷漠的。真的吗？因为这边的生活步调很快，有点像香港，他已经在追上香港的步伐了，所以人越来越冷漠，走路越来越快。我隔壁的邻居，我每次看到他，我们都是看到就打招呼嘛，邻居嘛，对，然后他每次都是这样看我。然后就这样。等一下，你听超会便宜，怎么可能5年？然后他不理你，他没有回应过我，一个字都没有赏给我。虽然新加坡有4股3股嘅发言，不过当地背景观念就都冇共用，而容易去没冇咁简单。又因为新加坡特殊嘅地理位置，当地除咗华人、有人嘅后台，还有马来人、老印度人。为咗让大家相处和睦，除咗统一用英文做官方语言，宗教老宗教嘅尊崇，还係對神法老教育嚟做，把多元文化變做新加坡特有嘅風情。歡迎來到我們的小印度。新加坡這邊有冇有特別有一區懂得印度尼其中在那邊哦？对，因为其实都不同种族有不同的一个位置，所以这一区我很爱带朋友来，因为台湾没有嘛。所以我很腿湾好像没有特别一区，好像全部都是印度人，而且这边是让他们可以看到最大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你观察到要偏印度人跟印度当地的人，你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举个例子，新加坡的印度人，因为可能也是教育背景的关系，已经比较西化，所以他们可能在穿着上或在习俗上，已经不像你在印度那样子。但是因为在这一区，新加坡是有很多外籍客工的一个国家，客工就是客座的工人。客座就外被你来，对，外面进来的，对对对，然后所以这一区也会有很多的外籍客工，所以这一区的治安就没有像其他区这么稳定。在这边几乎看到的都是观光客，真正当地人是不爱来的。然后在前几年的时候，在这一区发生过暴动。暴动？对，小印度这边有暴。新加坡这边是治安很好出名的，因为怎么会有个暴动啊？自己新加坡人都不信了，可是就真的发生了。然后就是因为客工喝醉了，他要上他们的车回营的时候，那位置满了就不可以搭，所以他就下车。可是很不幸，他喝醉酒就倒在地上，然后就被巴士碾过，真的死掉了。然后像他们的劳工法没有最低薪资的保证，他们薪资是很低的，可能时薪2块、50块台币这样。某扣呢？新加坡这边平均薪资比台湾高这么多，1个小时才50块台币。因为你要知道那些雇主可能要出你的住宿，然后要出你吃饭，也因为这样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不好，那些印度客工可能就觉得被不平等对待，所以他们就暴动，烧掉好几台警车、消防车。哇！对，之后新加坡定了一条法律，10点半以后不可以卖酒精类的饮料，连 supermarket 也不可以，只有执照的酒店才可以。哦，有公道他们什么东西要证照，然后政府用一些权力去控管这个秩序就对了，不然不可以。很危险。一场暴动，使得新加坡跌出了全球轻安全城市的前10名。不过，下降嘅无平等对待还有歧视，但係面对全球化嘅人，就会學又充實嘅議題。因為新加坡有4成嘅人就係外國人，雖然提升咗經濟，不過激烈嘅競爭，咪引起了本地人嘅反感。係廿幾年靠讓政府嘅另外一個課題，除咗透過小印度了解大環境，你啊沒有當然來去解決民生嘅問題。米婭，這個東西真的。你看到就是跟我们外面看到完全不一样啊！对，这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了。这边东西这么多，你有特别推荐哪一样吗？来到小印度区，你一定要吃 Prada。Milo 就是美露，大家都有卖，可是 Milo Dinosaur 就是美露恐龙，意思就是说，它就把美露上面再加1匙或很多匙的美露粉，让它看起来高高的、尖尖的。
东西这么多，你有特别推荐哪一样吗？来到小印度区，你一定要吃 prada， 你没有吃到 prada 就很可惜了。prada 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有点印度煎饼。哦，像我们葱油饼又不像我们葱油饼，而且很特别是，它还有那种 tissue prada 弄得尖尖的，然后是一种像饼干的甜点。哦，那看起来其实有点像可丽饼，把它倒过来。有点像，但它比可丽饼薄好多好多，因为他们会透过他们的手法让它变得很薄很薄，然后去烤了以后就会很像 tissue， 所以才叫 tissue prada， 要像卫生纸这么薄哦。对，那它是会传统的印度食物吗？还是说它是有融合新加坡的口味？已经是因为来到新加坡才变成这样了。在印度你不一定吃得到这样的东西。哎，这干不够有点像是我们台湾吃泰式料理的时候会有月亮虾饼，但其实泰国并没有月亮虾饼，对，会自己改良增加的。显得排队然后嘞，对啊，我都排模嘞。它这么多口味，你推荐哪一个？米娅讲，在新加坡是美食动力片，各地区都有独到的熟食中心，想到独到人下多来。熟食中心虽然无一定有人气，但涵盖接近当地人的吃饭方式，为系底下全球消费清高的上市度，大家评价有多元的清口选择，难得来到呀，品尝的异种甜食，好好体验当地的国民美食。亚给黑马干哦。Rojak， 它里面有很多的水果，这是花生粉吗？对，花生粉跟虾酱，然后配合一些荆棘的酱汁，然后配上水果、豆芽菜和出来的。好，来试看那个虾酱油条。对。很黏，很复杂。就没有这些乖乖，它怎么还有一点酸酸的？因为它有加荆棘啊什么的，柠檬或去调味。他们怎么会有想到做这样子的食物？因为我看这边都是青菜比较多。然后你就会想要吃一些比较开胃的东西。你这杯是什么？外形上更特别。我一定要介绍一下，这个只有新加坡才有。Milo 就是美露大家都有卖，可是 Milo Dinosaur 就是美露恐龙，意思就是说，它就把美露上面再加1匙或很多匙的美露粉，让它看起来高高的、尖尖的。哦，感觉泡面真的懂同，这吃起来。我觉得真的是超甜呢！哦，米娅，你真的对新加坡各方面好像都蛮了解的，不管是外面的文化，或他们的历史故事，甚至现在他们的食物，你都一清二楚。因为你都要落地生根了，你就要真的去了解嘛。然后我这人到处乱跑，而且我希望我真的了解所有东西，因为我个人就是这样，我有控制欲，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更多。你不要来到新加坡以后，就只是吃一吃、睡一睡就走了。你要真正认识一个地方，才叫深度旅游，才有学到东西，带着东西回去。所以我希望每个来找我的人都有所获得，所以我就会让我自己一直增加更多的知识、更多的东西，让他们更喜欢这里。哦，米娅紧张，我受教了，我现在马上来学习怎么当新加坡人，来这下人生。是在美国、加拿大读书打工的米娅，身体脱力，动有发力，就算长假来的时间完全都冇朋友，免唔甘愿单单一时欣赏、轻松讲义的，嘛该注重自己的身体，还必得米娅诚意动体。希望做得下卡嘅容易，自家体力答复下，强强量啲朋友留不卡人嘅体力。不过一切要对调开始，从没冇咁简单。就像我刚刚嫁来这边的时候，那要最快融入社会的方式是做什么？工作，对吗？没错。对，但是我来这边以后，第1年半的时候不可以工作啊。因为我们在走条路呢。2个原因，第一个是你一定要拿到这里的身份 status， 比如说你是这里 PR，你才可以开始工作。那可是很幸运的，我3个月就拿到了。哦，那不错啊。然后你就觉得说，耶，自由了，可以工作，对不对？错，因为我们想要申请政府组屋，可是政府组屋这个东西呢，它有一些规定，像夫妻薪资相加不可以超过8000块，大概快18万，不然就不可以拿。所以变成我被迫不可以工作。我一旦工作，我就只可以拿公寓，就是它的那个价钱可能是2倍，但是拿到一模一样的 size 的房子。所以对我们来讲不划算嘛，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，为了更符合经济效益，所以就被迫不可以工作，直到拿到房子，我才开始出来工作。哦，你讲来你在台湾的时间，你是跟医相关的工作，是放射师嘛？对。在台湾是很不错的工作，那你还要被迫放弃
来到这边？其实是在台湾，你开始进医院去工作、去实习以后，你就发现自己不适合。哦，你真的知道自己不适合。我们是医院里面第一线，我们的病人都是状况很不好的。那我自己遇到几个 case 以后，我就觉得我熬不过去。像一些 case， 例如我们在肿瘤科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按照病人的肿瘤形状去做我们那些器械，然后做放射治疗。那你要希望病人开心一点，你又不可以开玩笑跟他讲说，哇，你的肿瘤长得好像 Mickey Mouse， 好可爱哦。然后你又不可以跟他讲说什么就是恭喜你，你四处转移，可能日子不多，你哪说出口嘛？就是你，可是你每一天都要经历这种事。所以你要心情上的调试就很不适合我的个性。我是一个很开心的人，可是我发现我去医院的每一天我都不开心，我每天都不开心，所以我就已经跟自己讲说，既然知道了不适合，我们就要找出另一条适合自己的路。所以我就从很白的，就是白色巨塔，直接转换到去做新米红的，每天很开心，然后就看到爸爸牵人家的女儿的手，然后走进门，那很感动那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转换我就很开心，就可以做自己。好分享，好接触人群的物啊！面对无办法看见生死离别的障碍故乡，加点加到新加坡的机会，给这个各大群人生难为在开关。老公老婆家人的支持，行开的弟弟啊，做得勇敢向前行的一条。今日就听点物啊，跳落去拜访近亲剩下的不家人啊！这个是我老公。哦，你的老公啊？怎么称呼你 ？Brandon， 我是钟汉小吴。你好，欢迎。等一下，怎么那么香？这什么味道？底部有看到有你的抹汗哦。今天有煮擂茶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吃擂茶。这是婆婆，这就是二姨。二姨哦。哦，新加坡人较排泄嘛。对，他们会比较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婆婆平常比较害羞的。婆婆比较可爱，她是比较听不到。我很有礼貌哦，看到人笑面的。我们家婆婆都是笑脸的。刚外面闻到是虾米的那种香味，还有有点像客家的油葱酥。鸦片是你说是擂茶。擂茶这是跟台湾擂茶是很相像，就是会有茶叶或者很多谷物一起下去捣的。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他们有放香菜。在台湾，同时有机会做得吃到咸嘅擂茶，今日很有思路咧。美秀嘅年意老家婆讲，也像客家茶泡饭嘅擂茶，唔会太油，好消化，係條擺共同嘅河婆客人流傳下來嘅。行開幾條日本人吃車都態長條式嘅片菜飯。哦，那奶奶一做出来，那我看过要这种擂茶。新式的擂茶，婆婆煮的。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要怎么吃吗？不会生呢，这么多。一样咬一点哦，一样咬一点，一点来放下去哦。你跟我秀的什么该就搞定了，就先加进来。通常我们就会放很多个菜，然后这个我觉得蛮特别，台湾没有什么人吃马尼菜。他们说没有这个菜，就是马尼这个菜是像五一讲说，如果吃擂茶没有这个菜的话，就不像吃擂茶。这个是韭菜，韭菜，你就可以捞茶。在台湾的话，我们这些料理其实都要先把它磨成像，也在这里面有，这个里面也是磨过的。对，这是擂茶的茶，会把它倒进里面吃，然后直接像汤泡饭这样吃，不一样吧？蛮奇怪。很像咸汤圆加上烧仙草的感觉，又有花生，所以吃起来那口感蛮特别的。因为可是有客家的红葱头的那种味道，对，蛮好吃的。然后因为他们都有炒虾米，所以都有咸味，蛮香的。客家话里面也叫咸茶，擂茶也叫咸茶，叫咸茶。咸茶。阿婆，堂哥，你迄河婆客黑毛，这是共用机河婆的客家八分奶糖吗？他说你讲客家话给他听可以吗？难看呢。要讲嘛讲，哎，今天就谈这聊，老了也是吸烟懂胸啊。这桌菜很好吃啊，你有没有？我是啊，我是吃多啲。
阿婆一直在推荐他的擂茶，那是卡抖因为哎。他比较听不到。我现在是到底在哈还很多饭。很多饭，要给后生哦。哎，你哪里空啊生？然后你搞同好嘛？我帮你加汤。那他还没放完菜。哦，你还没放完菜。因为新加坡体汉人多，大部分单位单小家庭为主，虽然保有自家的空间，不过迄个门槛点，难免较会造成家族情感的疏离。故所大礼拜三西边年嘅家婆日，扮演三胎同堂嘅家族日，就是米亚一條家族延續情感嘅方式，要聽出去韓國嘅容易一個大家庭。跟你搞了鸦片差不多5年嘛。对，5年多。那家就按胎你按斗，跟你张高沟的时间，会不会吃到有一点相关？你不然看到鸦片你哦，其实整体你要给大者服的时间很礼貌，不过就是他排泄啊。对啊。你又按捏起呢身体。可是因为我自己台湾家里就是这么热情的家里，所以我已经习惯长这样，然后我就不管，我就是要弄他们跟我一样。跟要在表嫂张加了鸦片的时间哦。你起码该干够了，按捏起能赢。好惨了。有没有觉得哎，好像有点不太受控制啊？还好，能接受。对啊，我们对人家很好的好吗？跟你们问你肉皇后嘞，跟时给加过的时间，你会不会手工好像他没有办法融入你们的社会啊，或者你要怎么样去帮助他？不会的，他的个性。怎么这样说？把他放进非洲都可以。最好是我跟老虎玩。你去搞跟某准啊，我肉拱，那你觉得他的个性是什么？你放心，我帮你挡。开朗啊，开朗，然后家庭观念很重，所以很好。我爱家，跟我们家还蛮像。所以刚嫁过来，我们去台湾玩啊什么，他都会全程包办。所以安排啦、找机票、控制狂、住宿啦，什么都做得很好，所以家里的人都也很疼他。婆婆就会非常疼我。那你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边的家庭观念跟台湾还蛮像吗？因为他说你很重家庭观念，就是我非常爱家，所以我们家的人向心力很高。那这边就是很棒的是，因为有婆婆的关系，大家向心力也很高。只是他们不是像我们那种，然后很欢乐的那种，然后我就把他们尽量弄得欢乐一点这样。以前他们就比较不敢互相调戏，像现在我都很敢调戏大舅，那大舅也都会调戏我。大舅，那你知道这座桥连接到哪里吗？这座桥，第一个在黑董线是一个饭店嘛。那它连接到是一个赌场。你觉得进赌场的话，他希望你干嘛？我希望我赢钱。哦，你希望赢钱，那当然赌场的人希望你希望我输钱啊，可以贡献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说我走过去投运是特别设计过的吗？以前他们就比较不敢互相调戏，像现在我都很敢调戏大舅，那大舅也都会调戏我。大舅，对，大舅是哪一位？那你觉得他的个性怎么样？开朗。那你一开始来，你不会觉得说哦，要知道你有没有按点哦？有没有点的哦？习惯就好，这样不错。你来这边让大家都变得很欢乐，就是才好啊，不然的话娶台湾媳妇有什么不一样？一定要 stand out。有分戏吗？要当喜剧。他自己讲，但是大家都弄得很开心啊。跟种是你来的哦，娶一个外国的女孩啊，你还蛮该干工哦。好啦，不错啦。不错，我们会讲讲，哎，那怎么不娶本地的，娶外地？如果说文化不一样，哎，一样，都同样都错嘞。什么一样？因为也很开朗。对啊。到哪里啊，大家都是很喜欢。开心一天吗？很快就适应了。最好的国民外交就交给你。拜托，亲善大使啊，自己讲。Brandon 讲，京东感谢米娅东3万的容易动听，让斯坦人相处得更好，为家乡带来的无穷的发力。因为佢哋天天佢離開家鄉，唔係一個簡單嘅選擇。離開台灣嘅野外，屋下人，做唔做嘅米娅，有很較多嘅唔判斷。不過就係一種嘅真性情，才牽起嚟佢哋嘅緣分。就像米娅講嘅，快樂係因人，唔快樂咩係因人。佢人家都也來咧，
唔当用台湾人嘅热情温暖顺条达山人。雅健嘅新加坡，无论20条嘅热发发，年日越强。新加坡展望世界嘅野心，对金繁星大潮嘅使用就都得看出来咧。2010年，香港地亚法治东洋条嘅国家队，打出了充满话题性嘅赌场娱乐中心，挑开世界对新加坡嘅想象。就像总理李显龙讲嘅，除条概念，这条香港会本新加坡重新本世界定义。撒下来，天天人抢下来去拜访，係啲同佢45年嘅鄉親 Griff 姐。大姐，哦，这个桥我觉得蛮漂亮的。不过唔顶用刚才我在里面好像感觉头有点晕晕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吗？中国人我们讲风水的，对吗？那你知道这座桥连接到哪里吗？这座桥，第一个在它的东西是一个饭店嘛。那它连接到是一个赌场。哦，赌场。啊，那你进赌场的话，如果你脑袋很清楚的话，你觉得进赌场的话，他希望你干嘛？我希望我赢钱。哦，你希望赢钱，那当然赌场的人希望你希望我输钱啊，可以贡献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说我走过去头晕是特别设计过的吗？那真是看你的心理状态啦。因为中国人他觉得说，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之下，你人是很飘飘然的嘛。你不要看新加坡人是受西方教育，其实他对中国的他80%是华人。哦，他也是蛮重视这个中国的一些文化还有传统，所以华人居多，他还是比较相信风水。第一来都要比黑15年的时间，有来15年了。可是15年前，我记得台湾那时候是4小龙之首，鸦片董兄发展某兄台湾案后，怎么会选择在那个时机点的时候来到新加坡这边发展？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说来新加坡，那刚好那个时候我先生有一个亲戚，他住在新加坡，那我们就来探访他，就刚好有一个机缘可以办新加坡的移民申请，所以我先生就办了。我儿子那个时候大概小学3年级。那小学3年级那个时候，台湾政府开始规划教改。那我们自己在台湾本身就是从事补教行业，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可能教改还不是那么成熟，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子一个机缘下，然后就来到了新加坡。我一直不觉得像是移民，因为在新加坡从台湾到新加坡来才4个半小时。那我娘家本身就在高雄。我回高雄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的时代啊，我回台湾，我回娘家也是要这么多时间，所以我都没有说像有移民的感觉。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新加坡本身啊，因为它是讲英文的主要国家，那当初我们移民过来的时候，主要也是为孩子的教育，希望说他双语比较能够扎实一点。因为你不要说到了国外连自己的母语都忘掉，所以我觉得在新加坡这一边，他英文可以学得很好，华语也可以学得到，这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目的。利用烟台子推背客家新球，为到下二代嘅教育，天天老公移民到新加坡，天数老公做两地嘅文化教育交流，一下专心做研究神仙学，留教太极拳。考太刺眼嘅太子讲，係講百貨公司online呢，第一隻發現上市度，且對做唔得邊個當天人當傻批嘅新加坡吃不厭。新加坡地真的很小啊，你说要找到这样子这么多，因为寸土寸金嘛，它大部分它可以拿来做开发、做商业用途，但是它这个地方是最近呢被世界选为世界遗址。哦，世界遗址哎。对，它的树啊，有些树比新加坡的历史建国历史还要久。新加坡建国？对啊，新加坡建国历史大概多少？50多年左右。OK， 所以像这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假日我们喜欢往郊外跑嘛。那新加坡没有所谓的郊外，所以这个植物园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休闲啊，或是来野餐啦，
通常会选这个地方啊。再加上说这边的空气真的是很好，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棒的就是说，你看到的不只是本地新加坡人，很多国外来的人士几乎都会来这边走走。我觉得这很舒服啊，这感觉就像一个城市的肺一样，你来这边就可以好像 refresh 自己的身心灵那种感觉。这个是为什么新加坡很重视绿化的原因。新加坡在这个地方很用心哈，你与其说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自然的一个丛林，不如说他们真的是有用心在做一个人工化的整理。他很多时间他会请很多的外籍劳工做这些树木的修剪啦，而且你在这个植物园哦，你会发现到你不用喷什么防蚊液，所以新加坡的蚊子相对的少很多，不会我们想象中它是一个热带国家，它应该是蚊子该登革热啊，对对对，基本上它都有在灭蚊，而且它每隔一段时间政府都会派人员去抽查，哎，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积水啊，会养蚊子啦，或者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一点是做得很好的。哎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按捏个梯缝会蚊子比台湾还要少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因为我刚刚讲过，新加坡本身它没有什么天然资源，它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水资源。新加坡以前都要跟马来西亚买水，所以他们很知道水是每一个人民都要喝要用的。后来政府就投资了非常多的钱，他们去研究如何去把这个污水做处理，所以它其实现在美到唔本生存渺渺苏到人阿兹，故所天黑年度，缺少天然资源嘅新加坡，决定用科技创业，资源并存，也很多地买水，老做技术外交咧。也在啲馬來西亞、同印尼之間求生嘅小國家，規劃啲萬乃都係貧民區，都一下變到世界有名嘅花園城市。以市政府強烈嘅危機意識，留看到東洋嘅鹽水，開創出一隻全新嘅世界格局。新加坡那邊按 C 啊，競爭一定懂激烈啊。跟你高雄市那時候，你全家人一起過來這邊打拼的時候，會不會有不適應，會覺得很辛苦的地方？其實當時我並沒有全家一起過來啊。我們當時那個時代，大部分的移民模式是一個大人帶着孩子過來那邊讀書，因為我們主要過來是為了孩子的求學嘛。那時候還有其他朋友過來，也是通常採這個模式，就是有一個大人在台灣是工作的，他保留那邊的工作，然後經濟先穩定住，然後這邊是有另外一個大人在照顧孩子。哦，那等於是分隔兩地。高雄市是你選擇先過了鴉片，你先選擇過來這裡。對對對，因為小孩子的照顧，大部分我們還要負責他3餐啊。對，所以那個時候我就一個人帶着2個孩子過來。哇，那英國懂辛苦嘞，因為過來這邊不要講什麼文化背景，你連吃東西口味都不一定會很適應啊。真的是自己的適應力要很強啦。那但是這邊還好，就是他華人多。我們吃或是語言方面，基本上還是可以，生活上都過得去。我記得那時候很好笑的，就是說我帶我2個孩子去理髮，然後那理髮師是馬來人嘛，那我們也不清楚，他問我說要什麼髮型，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跟他講髮型。講中文他不一定那麼理解，當然一定不懂的。那你跟他講用筆的，他也不能理解，他就乾脆幫你回答，他說波達黑。那我們就說 OK， 然後一 OK 的結果，這2個孩子都變剃光頭。你平常吃飯都來這邊，像台灣的美食街這樣，這種地方就可以點到這麼道地的海南雞飯。在我們來講，我們叫食閣，就是吃飯的地方。所以你們平常都會來這邊聚餐，也是在這邊吃飯嗎？聚餐也都是，就是像我跟我朋友聚餐的話，有時候講我們選，因為這裡的食物比較平價。乾脆幫你回答，他說波達黑，那我們就說 OK， 然後一 OK 的結果，這2個孩子都變剃光頭，因為他們的發音是 bald 就是光頭的意思。哦 bald 啊，因為新加坡熱嘛，大部分男孩子、小男生都是理短髮的這樣。哦，對，你看臉比較涼爽一點。是，沒錯。不過跟新加坡鴉片，他們教育到底有什麼樣的優勢？
会让你觉得一定要过来这里？我们在台湾学英文学得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通常讲不太出来。没环境，没有环境练习。对你讲得很好。那你说，如果我把他送到欧美这个国家，他学的可能就是只能学到当地的英文，对不对？当地的语言，那可能华语的母语会忘掉。新加坡是亚洲地方做双语最成功的一个国家，它的英文可以跟英文跟华语都兼顾得到。他们这边是全英文的上课，所以除了国语以外，其他全部都是所有的科目都是用英文，压力很大哎。所以父母亲花很多时间要去，就是金钱在投资在小孩子教育这一块。除了美国、加拿大的留学移民之外，在跳摆新加坡弘扬世界人才的赤土下，没有动到像 Grace 共用单人拖马来到新加坡的皮通妈妈。太子讲，来到新嘅国家，生活难免会搞到好费力好紧。不过想到这样事嘅一家，真竟係一身懵蛋，放下一切，就係為到本細年嘅行較發嘅未來。您跳摆伫台湾的时间，是做补教业的嘛？跟你过了鸦片，牛脑来讲，那边学生的压力其实蛮大的。那怎么没有继续从事补教业？我们有从事这个补教行业，但是我刚刚就讲过，所有的老师你必须要外聘，等于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去教。那后来我们又改做跟中国时报合作，做一个双边交流，因为那时候中国时报有一些学生，他们在民间有招生，在寒暑假的时候会来这边做游学。之后呢，我先生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。呀，所以你就台咩，准备读大学啦。跟你去嘎，你刚刚有讲到说心理咨询这一部分，算给你去嘎的兴趣呢，还是算你在这边的副业？其实应该讲起来算是兴趣，也可以发展成另外一个事业，因为毕竟小孩子大了嘛。然后我觉得说，我这个年纪也应该思考一下我自己的人生想要什么，喜欢什么。那我过去几年在台湾有修读一些心理课程，然后我自己看到整个华人的社区，不只是新加坡人。他们在这个地方，他们也有这些方面心理的这个有一些，不管是忧郁啦，或是一些焦虑啦、空虚啦，他们也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需求。都市的文明病。对，可以讲都市的文明病，因为大家一路来在这个这么竞争的社会哈，你必须要为你的生活、为金钱做打拼。那这样子，我看到的就是人跟自己的身心啊，事实上是分离的。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办了一些课程，然后让这些人可以来参与，可以放慢一下脚步，不需要用一种竞争的心情去跟这个整个社会上去做打拼。就比如说我们移民也好，移民如果你的心是不安定的，你到哪里都会不安定。全球化帶來衝擊，要提升的競爭力，故所新加坡人的生活，單講求效果，就講書本人。故所好老話講嘅驚書，就變做也按多年當地人嘅法條化。不過啲啊高度西化，煞有保守傳統嘅國家度，心靈嘅安慰確實睇唔到逼迫嘅經濟。除咗物質嘅追求，新加坡人要開始反想生命無窮嘅意義。大姐，你平常时吃饭就来这边，像台湾的美食街这种地方就可以点到这么道地的海南鸡饭。这边也不算美食街。因为新加坡政府哈，它一般我们有70-80%的人都住政府主屋，政府主屋就是类似我们台湾的国民住宅。既然住在这个地方，他就要提供这边居民吃的，但是他们这边又很注意环境跟居民的安静的问题。所以你不可以在每一间主屋楼下设立这种吃饭的地方哦。所以他就在附近这10几座主屋里面，他就挑了大概一个集中区。所以你们叫美食街，在我们来讲，我们叫食阁。食阁？对，就是吃饭的地方。所以你们平常都会来这边聚餐，也是在这边吃饭吗？聚餐也都是，就是像我跟我朋友聚餐的话，有时候讲我们选，因为这里的食物比较平价，比如学生的话，或者是上班族的话，其实我们选那种比较平价的美食都会来这边。对哦，所以这边东西真的算是庶民的最道地的小吃了。对。Steven，一头
连阿梅尔讲啊，就说新加坡这边好像其实比较属于像精英教育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压力会比较大？你在那边念书的话，有这种感觉吗？对对对，其实新加坡它真的是压力很大。其实它从国小开始，它的就从国小4年级开始，它就有所谓的大考，就是所谓的分流考试。然后你到国小6年级的时候，又有一个大考，决定你是去好的中学，还是比较不太好的那么中学。国2又有一个分流考试，然后国4又有一个他们叫做欧水准，是跟着英国的制度走的。我这样听起来就觉得好累，好累，好像每一个阶段都不能够放轻松的感觉，要一直往前冲，一直往前冲。对。那弟弟也会觉得很累吗？念书？我觉得有时候会蛮累的啦。不过呢，在新加坡，如果你考得好的话，工作一定是找得更好的啦。找得更好的话，有那个文凭的话，去世界各国的话，要去那边做工的话，很容易。如果说你们今天2个有小孩子，也是在新加坡这边生长的话，你会希望他留在这边念书呢，还是希望他就回台湾可能比较轻松一点？我是觉得还是会留，我有孩子后应该会让他留在这边一样，因为这边会学到英文，更多种语言可以去国外要发展的话更有。而且它的环境又安全，它的经济其实一直都蛮繁荣的，所以其实你整体毕业之后，你在这边工作或者是生活的品质都是会蛮不错的。你看，还有你给我共发的时间哦，我跟你们2个讲话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大姐的嘴角一直在往上扬，因为她等于是说她这15年来的努力其实是有一定的成果。那当初那个决定是对的哈，现在有没有觉得很开心？其实。在我的字典里面，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说对还是错，我只是觉得你刚好人生有这个缘分，有这个机会，那我们既然来到这个国家，那我们就好好珍惜。即使他们将来不管是留在这里，或者去哪一个国家发展，我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我尊重。那对我来讲，我就是在我有能力的这个范围，我至少把他们养到已经18岁，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。那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的人生负责，这是我给他们2个的一个就是期许，然后让他们也知道说，那现在你自己在这边学了，这是这个国家能给你的。那妈妈也把你们带过来了，那剩下的你们自己要好好的努力。60年的次世第亚太，做出过关的新加坡嘅一切比起来，挑摆梯台嘅移民，其实清楚地感受到其中嘅艰苦。无论是中年稳条路嘅效率，也是长期累积嘅基础，为到咱外在国家开辟新生活，就需要动态嘅勇气。外国嘅眼光有7个嘅年纪，系讲淡江注意到唔适应嘅所在，佢就永远冲一只外人，冇办法融入。不过就像太子讲嘅。人生的过程永远讲唔会准，这条路虽然又长又艰难，不过人生3分因为安尼多姿多彩。